2025至2026年美股做空三寶大檢閱。大家好，我係小松，呢個 channel 係關於美股同埋玄學嘅。如果你有興趣咧，可以訂閱；如果想知道 update 嘅美股資訊咧，可以訂閱我嘅 Patreon。咁我本身書《美股 Crystal 通勝2026年》咧都已經係出版咗啦。如果你想得到咧，join Patreon 咧就可以啦。咁今日係2025年嘅12月14號，上星期五咧納指跌多咗係即係最多500幾點啦。咁如果我係睇2026年又係熊市嘅時候咧，咁投資上又應該係點樣部署咧？第一 SQQQ， 首先我想講係10萬次先，我係唔中意 SQQQ 嘅。咁你要明白咧，指數上上落落噶嘛。咁而且 SQQQ 咧更加係3倍。咁大戶亦都係好中意殺空嘅。咁指數亦都唔可能係日日都喺度跌嘅。咁所以咧我就係唔推薦 SQQQ。第二 SOXS， 大家都會知道 SOXS 咧係做空半導體指數。咁我呢兩日聽 partner 嘅消息咧都係幾誇張嘅。咁第一咧就係博通出業績嗰日咧就係大跌咗11%。咁但係 partner 咧就係話咧莊家咧喺一日之內咧就全部走晒，即係跑晒。咁第二咧就係 TSM 台積電同埋 NVIDIA， 咁莊家嘅分佈咧都係比較少嘅。咁 AMD 咧亦都係冇咩莊家㗎啦，而蘇媽咧更加係買股嘅。咁根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 12月12號披露嘅文件咧，AMD 董事 Sulisa 喺12月11號咧係以每股嘅均價$215咧係賣出咗12.5萬普通股份嘅，咁價值咧就係大約係2600幾萬美元啦。咁所以如果你如果有即係 SOXS 有跌咧，都係可以買貨嘅好時機嚟嘅。咁第四咧就係 SMST 或者係 MST20。咁呢兩隻咧主要都係做空MSTR 啦 strategy 嘅。大家比較關心嘅係2026年1月15號之前啦，MSTR 咧係會唔會被 MSCI 指數剔除？第二咧，其實咧係大家都要接受咧，BTC 咧嘅牛市其實早已死亡㗎啦。咁我只能夠話 Michael Saylor 咧喺1月咧會有破財星嘅出現。咁所以如果係逢 SMST 或者 MST20 大跌嘅時候咧，都係買貨嘅好機會啦。